咁上兩集介紹咗一間喺北區，一間喺東區嘅性價比比較高嘅80零萬嘅物業之後呢，咁有觀眾私底下問我喂，人一世物一世，喂，我想嚟到澳洲呢住 house，仲要係大 house 啊，即係澳洲人俗稱獨立門牌連地皮嘅獨立屋啊。今集呢就會同大家分享一間喺墨爾本西區嘅獨立 house，咁睇下呢80零萬呢可以買到啲乜嘢啦噃。咁80幾萬要喺墨爾本東南區要買 house，當然唔係咁現實啦。但墨爾本呢係有分東南區、西區同埋北區，係冇南區嘅，因為墨爾本向南呢係一個海嚟噶。咁東南區呢係發展得最早啊，佢個配套最好啦，當然佢嘅樓價呢亦都係最貴噶。咁今日介紹嘅西區咧係屬於最後開發嘅區啊，咁因此咧佢個樓價咧喺墨爾本咧係最平噶，性價比係最高噶。咁北區咧係會比東南區平啲。嗱，今集介紹呢個區咧係位於墨爾本西區一個叫 Hobarts Crossing 嘅區。咁好多朋友可能聽過 Ponds Cook 呢個區啦。咁其實咧 Hobarts Crossing 咧係比 Ponds Cook 咧發展得更早噶。咁其實呢個區啊喺地理位置上咧，某程度上咧係比 Ponds Cook 咧係更加好噶。距離墨爾本市中心咧只有25公里，咁區內嘅配套包括購物中心、學校、火車站、醫院咧一應俱全。當然啦，相比起 Ponds Cook 咧，由於佢起得早啦，咁所以咧喺個規劃方面咧係冇咧，確實係冇咧 Ponds Cook 咁好噶。或者咁講啦 ，Ponds Cook 佢整個規劃啊同埋區內嘅環境咧係成個西區入邊咧係最好噶。目前呢個區嘅人口咧大約係37000人。咁主要咧係自住客為主，有73%咧係自住用家，咁只有唔夠30%咧係租客，咁因此咧區內嘅租盤供應咧唔多噶。咁投資嘅話咧出租揾租客咧係並唔困難噶。咁先講下呢間屋嘅位置啦，佢位於咧 Hobarts Crossing 嘅一個旺中大正嘅位置啊，咁街道咧係位於澳洲最受歡迎最保值嘅 no through road 即係咧冇乜汽車流量嘅掘頭路啊。而佢所在嘅位置咧，除咗可以步行行到去小學同埋childcare 之外咧，5分鐘車程可以揸到去火車站、大學嘅 campus， 同埋10分鐘之內咧可以去到醫院城同埋大型購物中心。咁土地面積有619平方米係屬於咧地闊冇乜斜度嘅平面地皮。屋嘅結構咧係屬於solid brick 嘅2層嘅 house， 唔計車房上下2層加埋實用面積係超過2500尺噶。咁當然啦，呢間屋咧有翻咁上下樓齡噶，佢嘅樓齡咧有46年。嗱，我相信講到呢度咧，有觀眾可能會覺得哇，有冇搞錯啊？46年會唔會好多維修保養噶？嗱，我直接講個答案俾你聽啦。其實呢間屋嘅業主咧，大部分嘅嘢咧已經幫你執晒噶啦。佢仲幫你咧喺後花園咧裝咗個 water tank 噶，你可以用啲雨水咧儲存起嚟咧，可以攞嚟洗車淋花。咁我之後咧會同大家講解咧呢間屋嘅 floor plan 啦，佢有啲咩優點缺點，所有嘢咧都會同大家分享噶。咁同埋呢間屋咧，上手業主咧係做咗一個好特別嘅設計㗎，係將佢原有嘅 floor plan 嘅所有缺點咧一次過咧係解決晒㗎。到底係啲乜嘢咧？你就要繼續睇落去啦。喺講 floor plan 之前咧，我先講下佢個 structure 啦。咁成間屋咧我睇過晒㗎啦，冇問題嘅，地基冇問題。咁所有牆身嘅結構咧，包括樓上樓下屋頂咧都非常之紮實。屋頂同埋排水管咧有做定期嘅保養。咁新買家接手咧，坦白講咧呢間屋咧係有排住噶。咁 floor plan 方面啦，原本嘅開則咧係一間2層單車房嘅開則，但係咧上手業主咧係做咗咧一啲改造工程噶，咁令到原本開則嘅缺點咧一次過解決晒。咁我先講下佢原本嘅開則同埋佢啲咩問題啦。咁原本嘅開則咧佢分開樓上同埋樓下，我先講樓上啦。咁整個2樓咧都係睡眠區，咁有4間房，咁其中一間咧係比較大嘅主人房 （master bedroom）。咁佢除咗有獨立廁所同埋衣帽間之外咧，仲有一個可以俾你擺貴妃椅甚至乎可以喺度打麻雀嘅一個 retreat。
呢間房咧亦都佔據咗整間屋最靚嘅位置啊！咁望翻出去咧係比較開揚嘅景觀。咁另外3間房咧，坦白講佢個面積咧對於 house 嚟講咧係細咗少少㗎。咁最細嗰間咧只係得3.2米乘以2.5米，咁最大嗰間咧亦都係只係得3.2米乘以3米嘅啫。咁問題咧就係佢個設計問題啦，佢將佢個樓梯咧擺喺呢間屋嘅正中位置啊，咁所以咧你睇到佢整個2樓咧係有唔少空間咧係浪費咗噶。咁裝修部分啦，咁2樓咧成個2樓咧業主咧係做咗翻修過嘅，咁啊換咗新地氈啦，重新又有咁2個廁所咧，大家睇到咧亦都係咧重新咧裝修過噶。咁新買家咧直接住入去咧就得噶啦，冇乜太多嘢需要加嘅。咁除咗咧喺2樓咧加翻部冷氣之外咧，咁基本上咧就冇乜嘢需要做噶啦。咁1樓部分啦，咁對於一間2層啊嘅 house 嚟講咧，佢嘅缺點咧都幾多噶。門口入去咧係一個 entry 啦，就係嗰個問題啦，因為咧佢將嗰個樓梯咧就擺中心位置啊，成間屋嘅中心位置啊，咁所以一入到去咧，咁其實咧啲位咧都幾浪費噶。咁樓梯又開喺間屋嘅中間位置咧，另一個唔好處咧就將成間屋嘅格局咧係打散晒啊。咁門口嘅左手邊咧有一個所謂嘅 guest bedroom 啦，咁可以叫做呢間屋嘅第5間房。咁但係個缺點咧都幾明顯㗎。佢長就夠長啦，有3.8米，但係佢個闊度咧只係得2.2米嘅啫。喺佢嘅右手邊咧有2個 living room 啊。咁我設計方面咧係的確咧有啲怪怪地㗎。我相信咧呢埲牆咧2個 living room 之間呢埲牆咧係可以打通嘅，但係咧你打通咗之後咧係改變唔到呢個 living room 嘅缺點嘅，就係咧比較窄啊，佢個闊度咧就係得3.3米嘅啫。咁佢主要嘅問題咧就係樓梯嘅設計啦，就係擺咗喺成間屋嘅正中位置啊。咁呢樣嘢咧係冇辦法解決㗎。咁導致咧佢個廚房咧只係可以做到咧半開放式，咁同埋咧佢個 dining area 咧亦都局限於佢原有嘅缺陷啊，只可以做到3.3米嘅空間。咁我相信咧睇到呢度咧，可能有一部分嘅觀眾咧已經係想放棄噶啦。哇，有冇搞錯啊 Alice， 呢啲咁樣嘅設計，我辛辛苦苦嚟到澳洲就係想住大屋噶咋嘛，都冇搞錯啊！呢啲咁樣嘅房間仔啊，叫我點住啊？個廳又咁窄。我非常同意嘅，冇錯，以上呢啲咧的確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所以咧上手業主咧就喺將呢間屋咧做咗一個 extension 啦。我簡單講下乜嘢叫 extension 啦，同埋邊啲物業可以做，邊啲物業唔可以做，同埋咧做嘅時候咧要考慮啲乜嘢。然之後咧我會講下咧呢個業主咧做咗啲乜嘢 extension 噶，同埋佢點樣咧解決咧呢間屋本身最大嘅缺點啊。喺澳洲唔係個個物業咧都可以做 extension 噶，一般咧只有 house 咧先可以做到 extension， 因為 house 獨立屋啊，佢嘅土地嘅使用權咧係唔一樣噶。你係擁有咧絕對嘅使用權，你係可以咧向 council 咧去申請咧去進行呢個加建，譬如加車房啦、加泳池啦，或者好似呢個上手業主咁咧，就將呢間屋咧就 extend 咗出去啦。咁如果你本身住緊嘅係 townhouse 或者之前嗰集介紹嘅 unit 咧，咁由於你嘅業權咧係屬於 strata title 啊，咁雖然話咧你要擁有咧呢個土地嘅業權啦，咁但係咧喺使用權方面咧係受到限制噶，咁所以咧你係做唔到 extension 噶。咁而喺咧澳洲咧做 extension 咧，記得咧，一定咧係要走呢個正確嘅 procedures， 就係要向 council 嗰度咧去申請呢個 permit。咁因為咧，如果呢個 extension 冇 permit 嘅話咧，一經被 council 發現嘅話咧 ，council 咧係可以咧 make 個 order 咧叫你拆咗佢，將你間屋咧 restore 翻 original 嘅 condition。嚴重啲嘅話咧，有機會咧係會俾 council 咧罰錢嘅。嗱，呢間屋咧佢上手業主咧係有咧向 council 咧申請咗 permit 噶，而且佢成個 extension 咧係揾專業嘅 builder 咧幫佢起噶。咁其實咧佢係將呢間屋咧就 extend 咗出去啊，做咗一個好大嘅有瓦遮頭嘅，你可以叫做巨型嘅 deck 啦。佢嘅面積咧個空間係非常之驚人噶，有6米乘9米，另加一個咧 spa area。其實咧呢個 spa 咧係拆得噶，拆咗之後咧再拆埋咧佢呢啲圍欄嘅架啦，佢整個空間咧係達到13米乘9米噶。
而且咧佢唔係做咗 decking 咁簡單啊，佢係做晒咧成個屋頂啦，做埋嗰啲玻璃門窗啦，仲裝埋吊燈。佢直接咧係同廚房嘅 dining area 咧係連接㗎。咁住戶咧直接可以使用呢個 area 咧，變成你一個巨型嘅客飯廳嚟使用㗎。咁由於咧佢本身咧係密封㗎，咁唯一需要做嘅咧就係屋頂上面咧就加強少少佢嗰個隔熱啦，同埋咧加裝一部咧冷暖嘅分體機。成間屋嘅 floor plan 咧就出現咗脫胎換骨嘅變化啦。咁之前講嗰啲缺點咧，咁除咗嗰3間房咧個面積比較細少少之外咧，其他咧通通都唔會係缺點啦。因為咧佢呢個 extension 咧啱啱咧就喺廚房前面同埋呢個客廳嘅前面啦。所以咧喺個使用嘅動線方面咧，好自然咧就成為啊呢間屋嘅其中一部分啦。咁做完呢個 extension 之後咧，就令到成間屋嘅氣派咧都完全唔同啦。咁講完優點啦，而家嚟講下呢間屋嘅缺點啦。咁除咗頭先講啊，佢本身樓上樓下原本啊嗰隻開積嘅 floor plan 有啲怪之外咧，咁另外一個缺點當然係個車房啦。得一個 single garage啦，淨係停到一架車。咁除此之外咧就冇乜大嘅問題啦。咁其他嗰啲咧都係啲 minor 嘢嚟嘅啫。咁頭先講咗啦，其實佢入邊嘅裝修咧，上手業主咧係已經執過晒㗎啦。咁當然啦，佢個地板咧仍然係原裝地板嚟嘅。咁但係咧，因為保養得唔錯咧，咁喺使用方面咧係冇乜太大問題嘅。咁新業主可以因自己喜好啦，換咗啲地板咧都得㗎。咁頭先講咗啦，咁2樓要加裝部冷氣啦，咁個 extension 嗰度咧都要加翻部咧冷暖嘅空調啦。咁另外咧就係後花園嗰度咧要重新鋪翻啲草皮啦。咁但係咧其實做呢啲重新鋪草皮咧係好簡單嘅啫。咁 decking 咧係需要做啲維護嘅。咁但係咧佢上手業主咧已經係將咧一啲decking 嗰啲板咧留翻俾你㗎啦。你只要咧將爛咗嗰啲板咧換咗佢就得㗎啦。咁另外咧屋入邊咧有啲燈咧就比較特別啦，嗱好似啲橙咁啦。咁我相信呢啲咁樣嘅顏色咧就唔係個人嘅口味啦。咁但係要更換咧呢個燈具咧都係好簡單嘅啫。咁 other than that 咧就冇乜嘢要執㗎啦。咁頭先講咗啦，佢廁所3個廁所全部咧係幫你咧重新裝修晒㗎。咁個廚房咧亦都係現一個唔錯嘅 condition 啦。咁而且咧係最近咧先翻修過㗎。咁以80幾萬澳幣啊入住一間，喂 condition 唔錯，咁大間屋啊，仲要係咁大塊地皮，咁靚嘅位置嘅屋咧，性價比咧真係唔錯㗎。咁最後咧買個小廣告啦，有興趣揾我咧幫你放租啦、揾盤啦或者係出售嘅話咧，歡迎你私底下聯絡我。咁今集就分享到呢度，感謝收睇Total TV，我哋下次見，拜拜。